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境深潛。今日我哋嚟講一本療癒嘅書《心態致勝》，作者係史丹福大學嘅心理教授。呢一本書幫助咗好多人，特別係喺日常生活或者追求目標時遇到挫折，覺得一切都玩完嘅時候。如果你有個類似嘅感覺，呢一集就好適合你啦。我會先講同大家常見嘅問題，點解一失敗就想放棄，然後就會分享書裏邊解決嘅方法，教你用成長嘅思維轉變一切。內容好夠實用，聽完你就會覺得充滿希望。記得分享俾朋友聽，我哋一齊成長啦！開始啦！首先，我哋講下喺學習、工作、關係甚至追求目標嘅時候，好多人一遇到困難就會覺得我唔掂㗎喇，我天生就唔係呢一嘅材料，啲人咁勁，我點追得上啊？呢一種感覺好似係一塊石頭壓喺個心裏邊，令我哋想即刻放棄。作者喺書裏邊用咗科學嘅研究解釋呢個現象，好多人固定嘅思想，相信自己嘅能力、智商、才華係天生固定嘅，唔可以改變。結果一失敗就覺得證明自己無能，好怕挑戰，寧願留喺舒服區。書中最經典一個實驗，作者俾咗一幅拼圖，俾咗一個大約10歲嘅小朋友。固定思維嘅小朋友一見到就覺得好難，就想話放棄，我唔得嘅，好難，我做唔到。但成長思維嘅小朋友反而興奮，話呢個好難，但係我好想學。佢仲捉住隻手，笑住話我鍾意挑戰。呢個實驗證明，思維決定咗我哋面對嘅挫折。固定嘅思維係會放大失敗，墮入負面嘅循環，浪費時間同埋能量。本來可以用嚟學習新嘢嘅時間，都變成自怨自艾，果人生停滯不前。你哋有冇試過呢？但唔使擔心，書中嘅方法可以即時幫到你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講下解決嘅方法。作者提出成長思維，相信能力可以透過努力、學習同埋練習嚟改變。呢一種思維好似魔法一樣，幫你轉化痛點成機會。書嘅結構好清晰，頭2章介紹咗2個思維分別同類嘅運作，之後逐章探討喺學校、運動、商業、關係等嘅領域，固定思維點樣拖低人，成長思維點樣帶出突破。利益係咩？首先，你會更享受過程，失敗唔再係結束，而係學習。其次，長期嚟講，你會更有韌力，達成目標嘅機會大增。最後，心靈上你會覺得更有控制力，生活更充實，更有意義。點樣即時應用呢？書中分咗幾個步驟方法，我哋一步步嚟。第一個，認清自己嘅思維模式。書中有一個好簡單嘅測試，失敗時你會諗，我失敗咗，因為我冇天分，定係我失敗咗，因為我未夠努力，下次試新方法。建議你每日記日記，反思自己嘅想法，慢慢轉變。呢一個方法幫助咗好多人節省浪費喺自己身上自責嘅時間，用嚟真正嘅進步。第二個，擁抱挑戰同失敗。書中有一個感動嘅案例，有一個演超人嘅演員喺1995年騎馬意外完全癱瘓，真話佢努力都冇用，但用成長嘅思維拒絕接受我永遠咁樣，堅持復健，研究脊骨嘅損傷，甚至成立基金會推動科學嘅進步。雖然最後唔係完全康復，佢轉化逆境成影響力，活出更有意義嘅人生。仲有另外一個經典嘅例子，Michael Jordan
細個嘅時候俾校隊踢咗出去，因為教練覺得佢唔夠好，但佢喺成長嘅思維加倍練習，結果成為籃球之神。相反，書中提到網球手，佢喺固定嘅思維令佢總係怪別人同埋環境，冇真正發揮到潛力。第三，讚美努力而唔係天分。作者研究過小朋友，讚美佢哋你好聰明，會令到佢哋怕挑戰；如果讚美佢哋你好努力，佢哋嘅成長更加堅持。應用喺日常嘅生活，完成一件事之後，慶祝我努力咗好耐啦，學到新嘢，而唔係我天生咁叻。呢一種特別可以幫助到你維持到動力，尤其係喺低潮嘅時候。第四個，學習他人成長。書裏邊講到商業領袖，佢用咗成長嘅思維建立團隊，鼓勵從錯誤學習，結果公司大進步啊。我哋可以觀察身邊或者一啲嘅歷史人物，去學習佢哋嘅方法，但唔係妒忌，而係諗我可以學到啲乜嘢。最後，書裏邊強調到關係中嘅思維，用成長嘅思維去傾聽回饋，唔防範，呢一種係幫你建立更好嘅人際關係，人生更暢順。總結嚟講，呢個方法唔係好耐，但係可以看到變化。用咗之後，內心會平靜，更有力量。總結嚟講，心態致勝呢一本書最打動我哋嘅地方，就係佢提醒咗我哋所謂嘅天分同埋限制，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我哋自己心裏邊嘅標籤。只要轉換成為成長思維，你就可以每一次失敗變成養分，都要把佢哋一個挑戰變成成長嘅機會。最重要嘅係，你已經夠好㗎喇，你唔使證明自己嘅預備，你只要繼續努力，繼續學習，就已經喺進步嘅路上啦。呢一本書唔單止改變咗好多人嘅人生軌跡，更加幫助咗佢哋揾到內在嘅平靜同力量。我真心希望你都可以透過呢一本書感受到同樣嘅療癒同埋希望。如果你聽完都有共鳴，歡迎即刻 comment 俾我知，你最近一次嘅成長思維面對挑戰嘅時候係點樣，或者你想轉變嘅領域係邊一個，我會逐個回覆一齊交流㗎。記住，成長從來唔係一夜之間嘅事，而係每一日小小嘅選擇。記得訂閱我哋個頻道啊！感謝你哋今日陪我一齊探索呢一本書，真係好感恩有你哋。